了一位救世者。願主與你哋同在，與你心靈同在。恭讀聖路加福音。主願光榮歸於你。當時喺奧古斯都，當時凱撒奧古斯都出咗一道上諭，叫天下嘅人都要登記。呢個係貴尼諾做敘利亞總督嘅時候初次所做嘅登記。於是眾人都返到去自己嘅鄉下去做登記。約瑟因為係達味家族嘅人，於是就由加尼勒亞納匝肋城上去猶大一座名叫白冷嘅達味城，好同自己懷孕嘅聘妻瑪利亞去做登記。佢哋喺嗰度嘅時候，瑪利亞分娩嘅日期到啦，就誕生咗佢嘅頭胎男兒，用襁褓包起嚟，放喺馬槽裏邊，因為喺客棧為佢哋冇地方。